今日雨か。今日も雨か。最近よく降るな。今日も雨？天気予報見てみるか。明日も雨、明後日も雨、その次も雨？雨おい！没有错，这个就是我。日本の神奈川県から来た郷家和樹です。7年前に台湾に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で来た時に妻と知り合い、台湾に住んでいます。言語に対して興味があるので、現在ハッカ語という言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。我们现在住在新北市的永和，然后这边很方便，就是跟台北市很近，就过一个桥就去到古亭啊、公馆啊，就很方便的地方。就是最重要的是，我岳父岳母住在永和，走路大概5分钟，所以就有时候就去那边吃那个岳母煮的客家菜，对。这是老婆的意见，可是我也觉得很方便，很不错的地方。我住在日本的神奈川县，都是东京的下面，大概去东京坐电车1个小时左右，对。然后神奈川也算是台湾新北市的感觉，就离台北市很近，对。可是那边热闹的地方就是火车站附近而已，对对对。所以走路大概5到10分钟就住宅区，都没什么店的。对，就是永和这边都是混在一起，就去哪里都有，1楼就是全部都是店的、吃的、喝的，所以很方便。而且走路大概10分钟就到那个乐华夜市。对，就很喜欢去那边逛一逛。我平常都用电视看剧，我都看日剧比较多，我什么都看。但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公视拍的一个推拿剧，第9集，我们昨天看到第8集。我们是算是在网络上认识的。我以前想要学日文，然后依稀想学中文，所以他就在 Facebook 的社团登了一个交友文，就说他想要认识台湾人一起学日文，然后我就密他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会很多东西。依稀很会英文啊，又会推拿，又会日文，又会中文。日文。然后又会顶嘴，很厉害。那时候很多台湾人密我，男生女生都有。然后我每天跟不同人一起语言交换，然后其中一个是阿米。我觉得跟他聊天特别开心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话题，一直都有话题，对对对。那你那时候第一次见面回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你说我还不错。那个活动还不错啊。什么？有可能是因为是外国人，所以比较有话题，就是因为文化有时候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什么在日本怎样怎样，在台湾怎样怎样，对，比较有趣啦。他真的很会演，看他演的都想哭。我跟奕希是他来台湾打工度假的时候认识，他应该2014年来的。
他1年结束之后，就换我2015去日本打工度假，然后我们2个互相打工度假都用完了，就是没有签证。然后交往也大概2年，就想说好像就可以走入下一个阶段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在日本结婚了这样。大家都会觉得日本人很大男人主义，是真的。可是一熙其实已经不是很传统的日本人了，因为台湾男生很温柔嘛，就是什么都会帮你做好。可是日本人就是比较倾向2个都是独立的个体，然后互相帮忙这样。然后女生可能要帮比较多一点，这样。所以，对啊，就是把他当成像一个小孩照顾，蛮有趣的。有点冷，还好现在没下雨。对啊，下雨就是很麻烦呢。对。今天真的有立冬的感觉了，因为昨天开始立冬。我看大家吃什么火锅、姜母鸭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，去一家我们常去的那个小笼包店。小笼包。没有自己煮，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炉子，煮饭有点不方便。借口吧。然后外面比较好吃啊。可是以前疫情在家上班的时候常做啊。以前那是因为那时候外食不方便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重点是应该是外面可以吃的很多。对。不用煮饭。对。而且没有很贵。我们坐哪里？不知道，他会帮我们调位置。喜欢吃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抄手吧，要吗？好啊。有2个小笼包，我帮您分2号吗？好吃哦。董后生。董后生。好久没有吃。基本上都吃台湾的东西，可是有时候想吃日本的东西，就跟日本朋友一起去日本料理，偶尔。可是基本上都吃台湾的东西，最喜欢吃小笼包跟水饺。可是日本的都是煎饺，所以跟水饺不太一样，有点像锅贴。还有馄饨啊，你不是也很喜欢吃馄饨？你很喜欢吃那个面吼？日本好像没有这个面。我考试学校出来活动，中医学校的咸汤圆。咸汤圆客家话怎么讲？不知道。如果想吃客家菜的话，我们就会回我妈家，就有客家妈妈的料理。可能是因为C龙回去是妈妈就煮客家菜。对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那个咸汤圆，所以有时候他特别准备咸汤圆给我们吃。对，很好吃。董后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觉得很好吃。谢谢。现场念几句客家话朗读，他每天都在念哎。我在练那个
客家朗读文章，那个比赛小朋友的，对。哇，规做个暗度好料的，稀水饼的披萨，鸡弄糕，鸡的饼，含有爱真好食的泡菜鸡髀，夹夹来食，夹夹来食哦。因为小朋友念的比较简单，对，有大人的我看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，所以我选小朋友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每天晚上练这个念文章，然后录，然后就 po 在 Twitter 上面，就是客家人听到我的客家话，然后觉得你想学客家话很特别，对。因为阿咪那个牙本用係客家人，古數愛上老本用嘅親戚用客家話聊天，所以我才開始學客家話。岳父岳母都是客家人，對，雖然本用唔會講客家話。也唔过来谈一说，因为我从小就住在台北，出生就在台北了，所以比较少接触到客家话。可是那时候住台北，你就会觉得讲方言好像就是很乡下。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会有点排斥，那现在就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少了一个会一个语言的机会这样。所以每次都去那个岳父岳母家，然后我讲客家话的时候，岳父岳母说：“比我女儿好，你讲的比我女儿好，我觉得很开心。”对啊，这是一个我3月开始上课，然后今年9月考那个客家认证初级，结果还没出来。欢迎大家了。哎，现在哪边？Hello， 欢迎欢迎欢迎。这样抽，这样抽。好，谢谢。抽一片好啊，抽一片好啊。嗯。姐姐来了。阿姐。你看得落去东窗哎。阿姐。来，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。充电一下。你大概站了没？你动客机啊？你过年是动客机啊？大概几个样？不用强手。不用强手，哎呀，其实说按这些按这些。上次他们不是去吃饭专业打电话跟着录起来，我今日我讲得好，如果同欢喜，我在日本人我好给客家话讲得很好。那正经有讲咧安怎无？有哦，有啊，比阿妈讲得还好哦。对啊。你要笑啊！你要笑啊！你要笑啊！岳母怎么讲？聪明爱。聪明爱。聪明肉，聪明爱。聪明肉，聪明爱。亚黑可以吗？亚黑聪明爱，亚黑聪明肉。我身上较少都有卡，大部分都都有卡较多。伫安博挑战会赚到吃饭。哦。对，古时煮量啊肉，高级较多啦。对。其他对语言动有兴趣啦，就一家像我讲，福岛诶，较要专业做同多年家，迄个读甲讲客话安尼。我说其他动因者，我做伊课委会啊，双科，过去我做伊课余诶检定啊。对，这懂乖哦，我去学鸟哦哈。懂听是什么？很高兴啊！高兴啊！懂听。我在这记载，我就咩迄点啦，迄个个永贞路嗰片，我记录了，好似做迄个写阿哥迄样诶啦，就看到讲斯斯文文诶，伊动于礼貌安尼，就对伊印象较好啦。应该是这样。有的是都会金黄公司给老板帮忙还爱的。一般啊，以前都会感觉讲，唔带西摩的转意思讲，有看中医啊，甲西摩的或西来就讲，意思讲有安尼意思都行强下安尼啦。迄无讲唔敢带转一本录影甲看啊。所以爸爸有那个时候他是他的结婚女儿。
学到。学到，啊，讲要按键哦。行按后上啊，嘿啊，咱伊是录西天嘿啊天。迄摆伫高一年转来的呢，转来迄300年咯，用啊，伊要现。叫爸爸妈妈过嘿啊来。，安尼要学一下。嘿啊，既然讲伊现家家长也着过来，同安也着认识安尼，很有较方式啦。最起码叫爸爸妈妈，我想要过来过做来嘿。代表，懂较重视呀事情啦，唔要讲安尼凊彩搞搞的就好诶。电脑迄夹爸爸还去夹夹图阿米 Q 分。皆様は台湾のハッカ人という民族ですので、新郎がこれからハッカ語でスピーチをしております。どうぞ。大家好。今天日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参加一起图2万天的结婚典礼，希望大家有幸来日本，请我也聊聊安子生真日。就是没有头发比较好看，一心没有头发比较有型，对，较有型。然后留一点胡子，有头发就是路人。唔好呀，佢结婚佢用是有头发咩董事文他结婚那天很帅，就因为有对用发型。对对对，你有看过？头那无剃妆的董事哇，嘛，个笑容啊，很灿烂。嗯，亲戚都董欧肉皮啊。我第一次来台湾玩的时候已经有捷运，所以就跟捷运就很熟。因为那时候大概1-2年一次就来台湾玩，然后现在捷运越来越方便。因为我不想开车，我不喜欢开车，对，在日本也不喜欢，对，在台湾就可能没办法。在日本上下班都坐那个火车、电车。那时候我住在神奈川县，然后住在神奈川县的人，也大部分的人都去东京上班。对，神奈川到东京大概要1个小时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通勤很方便。嗯。那个我的工作就是本地化的工作，中文换成日文是我的主要的工作。他们在测试一个游戏，对，我本来就没有玩游戏的人，可是我对语言很有兴趣，所以就翻译本地化这个工作就是越来越好玩了，就是蛮有趣的。我负责一个游戏的客服，有时候要翻译，有时候要那个客服回讯息的，就是游戏有问题或是玩家想问的事情，就是问我们，然后就我回答，因为客人是日本人，所以用打日文回答。对，我觉得这边的工作环境很自由，比如说想喝东西就去外面买，然后没有打卡。想聊天就可以聊天，听音乐也可以，对啊。我以前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就有打卡，然后几点到几点是固定的，然后有时候需要加班。这边
我们公司就没有，就是很弹性，时间也很弹性，自己的事情做完就可以，就是准时下班，没有加班的压力。いいですか？ちょっと。啊，是，对，都是台湾人，都是日文系毕业的，他们日文超好的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通常用日文沟通。我们是会照游戏分这样子，可能就是一开始一款游戏文本比较多，大家会一起翻，但是比较多的文本翻完之后，我们就会说这款游戏是谁负责的。那因为游戏上线以后，它还会需要维护，可能会有临时公告，或是突然故障，那个就是負責人要个別翻。那我们翻完以后就会请一期さん校正。なんで発覚に興味があります？アミさんの親と会話したいから。とか親戚、ニャオリーに行ったら大体発覚。あと和樹さんは最初から言語に興味がめっちゃあります。可能大家心里印象的日本人都是那种比较严肃嘛、严谨嘛，然后但是一期完全不会，我们都笑称他是拿红色护照的客家人。对，他刚好在日本出生客家人。之前你都腿很酸的时候，然后你好像就是在你座位上，有点像弓箭步。就是他可能自己也忘记。他有时候会在办公室直接拉筋。什么？你会在座位上拉筋啊？有吗？有啦，有。还会突然开始针灸。对，很认真，突然针灸，突然趴下来开始针灸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有一次我一转头，然后看他就是脖子上有插几根针，我吓死。那时候头很痛，对，所以就稍微带一下。まあなんかこのまとめて擬声語って使われることが多いですけど、そうそうそう、擬音語擬態語の混ざったやつね。音や声、実際のね音が出るやつ。で擬態語，因为我们是本地话是，有时候就他们常那个放作的日文，我会就记，然后就有时候大概1个月1次吧，就是开这种日文教室。キョロキョロで音は出ないんだけど、なんとなく使われる。文を作るところから行きたい。我觉得优势应该是因为我们都是日文系毕业，然后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学习可能就是大学毕业后就停了。但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固定会1、2个月开一次研修会，我觉得就是在进修的机会啦。因为其实不一定什么日文以前课上都会教，那可以直接问就是日本人比较快。わかりますかね？どんな？そうです。要说跟卡子一起个人来说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对象。是因为我以前跟日本人工作，就是他们真的会上下关系很严格，就是你可能对他讲话你一定要讲敬语，然后你不可以太随便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跟一系上有时候就是反映一些问题，可以比较像朋友一样交流，压力比较没那么大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笑点有点像，所以我们每天就看起来很安静，可是里面就很多打字，我们互相开玩笑，就是觉得很好玩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ハキハキはその反対だからこうはっきり。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。もう忘れちゃった。ハッピーかな。どんなイメージですか？生き生きしてる様子。对啊，你太紧张了，会痛吗？有一点酸。酸加痛。没有出力啊。对啊，家里有一个会推拿老公，随时累了就可以请他帮我俩一下，因为他原本就是他的专业就是这一方面的推拿、针灸，还有中医方面的。
我在高中的时候打棒球，然后就那时候很常受伤，然后去一个诊所，然后认识一个很棒的治疗师嘛。然后我认识他之后，就对人体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那时候决定在大学学类似的。大学3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要去针灸的学校。哦，这边很痛。因为日本的执照跟台湾的中医执照就不一样，所以如果在台湾做针灸，就是要当中医，要去那个中医大学学6年还是7年，所以感觉太久了，6、7年就太久了。日本没有中医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我是针灸师，可以针灸，可是不能开药。你要不要用手肘按？最近新学的。好。他去学推拿，我不会觉得很压抑。我喜欢当按摩的 model。对，一熙他学推拿回来之后，他会想要练习一下，他就会请我当 model。那我如果要找他按的话，就是要在他旁边一直说好痛，他才会帮我按。Hello， 今天我来这边的原因就是找那个我的老师，脚底按摩的老师。对，我在这边学脚底按摩。今天我来这边的原因就是找那个我的老师，脚底按摩的老师。对，我在这边学脚底按摩。以前他在别的脚底按摩店上班，然后我很喜欢他的按法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跟他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你学，后来他这边自己开这个店，所以就我有机会跟他。他常常回去也是帮他老婆按吗？有啊，回去跟他老婆按。现在手按了还会痛吗？有时候会痛。然后从一开始怎么样手法指法？哦，对啊。当然他大概前后学大概半年之后他比较成型。那他身体吧就比较软，身体跟脚。他是说他有兴趣嘛？那时候就认识很久，然后后来刚好有个机会，他就有来我们学。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很多啦，那日本游客嘛，我们做这一行的，在中山区这边日本游客比较多，刚好。我那时候也是学一点日文，在跟他请教，就是这样子，气味相投，跟他认识他。他又说，因为他之前也很喜欢按脚底按摩，对。我有点忘记这边哪了。这块我是用这边，用这边，因为它这块这个外围骨嘛，用这样滑。好痛！按你自己。你看我这样很轻松，也没有按什么力进去按。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兴趣？这里想要学这个？日本脚底按摩很少，我以前常来台湾玩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去脚底按摩，就是你们以前上班的那个店。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，对，而且认识到那个我的老师，对，就很快乐的学习。全身推拿，它当然按起来刺激感没有脚底按摩那么痛。脚我们也是要保养，它算人的第二心脏嘛。血液循环它一定要从脚回流嘛，做一个回路。那我们把它打通之后，它的新陈代谢跟血液循环都会变快。这我们就是脚底按摩的功效。好的环节，这2个最常用。再来听。那时候。我真的很喜欢脚底按摩，就每个礼拜跑来跑去很多店，对。然后就我最喜欢他的手法。还有一些客人他肉是很硬，又很厚。对，因为日本很多那种连续假日啊，5、6日啊，那时候人手真的刚开始不够，真的都叫他来帮忙。对啊，他真的也很乐意来帮忙。对啊，那时候都日本人，他又跟他们同乡聊得又很开心。就是每个周末有很多日本客人，所以就有时候就帮助他们，很开心的回忆啊。
希望就疫情赶快结束，然后很多观光客来这一家店来。他对脚底按摩有兴趣啊，对。他几个月前来过，对不对？很久了，疫情前来的。没有，他疫情之后有来啊。3个月。今天煮什么？就是你。对啊，就控肉啊、竹笋啊、鲑鱼啊，还有高丽菜，然后炒茄子。我们回来的话，我妈都会煮一些我们爱吃的菜，然后也有一些会比较像客家菜，像这2个，对。我再少一点。没关系啊。空肉还有一种红肉，某种肉。你说空肉跟什么？红肉。差不多啦。红肉是用那个。蹄膀啦。猪的胎脚。他喜欢吃这个空肉，讲啊包的个客家汤圆，可是今日乱菜，今日又生气耶，说没有食材我可以用，所以就没弄。伊忙结婚以前，伊过来台湾，我都有做去汤圆比赛，伊都当戏本身，一直怀念到现在哈。对。那个，所以每年冬至我都会包，对，算客家咸汤圆。放骨头。里面有包萝卜丝。中间呢？里面就包萝卜丝，用古竹肉，先炒香，然后再用那个糯米粉去包。一边啊，就是咧行较咸，所以我会为了它特别在煮较咸的味。对，可是我们平常没是按咸。可是听说客家人也喜欢吃咸的。那是以前，因为客家人多一片人啊，有出力啦，省发他干苦啦，有流汗做是较咸的味，才有体力。你爸爸妈妈，我夹菜本。唔会啊。因为他们都是我觉得日本家人的距离比较远，就是没有那么密集。台湾就很密集。对。同阿爸阿妈较近啊。不过专业时间距离较无安远。因为在日本很多朋友就没有那个家人的 LINE 群组，可是台湾就每个家庭好像都有自己的家庭，所以在日本就比较自己是自己，自己吃，对，家人也是有点距离，对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是台湾人的话，可能就是亲戚的关系有点麻烦，有可能会觉得，可是我是外国人，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苗栗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就是。反正就自己新鲜，对。对，你要讲气氛冇重要嘛。气氛不一样。你就谈个事，气氛。对。就像人家就迄讲，迄种日本要看到同的事情。这里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公园。今天是我们客家学院的客家话的课程成果展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这一期都是线上课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跟同学见面，这样子，对，有点紧张。这个可以直接过去吗？好，那就。哎，老师。我们那个，cô姐来了。cô姐来看有没有漂亮？什么漂亮？你看有奖嘛？嘿。客家語嘅文化館有，你準備好咧？班長要多幾毛閒？班長。係班長。哎呀，係攝影。哦，對，哎，好久不見。看到攝影嘅哈，啊，這邊
安吉我看到。也系初级班的，但他班级偏中高级的较难的。哦，他是我们班的老师阿林先生，对他教的很好。哦，什么？伊好多同学，伊要念当多行业的文章，伊迄个班方吼，轻强给学生的。有啊有，我们也有男生学啊。他们一题大是他这边都学完了，都够进阶到中高级。老师这边的人除了一系，其他人都是客家人吗？冇听错，咩有的唔系啊。我是报仇啊报仇啊，我汉字。有的人係福佬人，啊不過學過以後都同佢講嘅。啊，這樣唔使呢啊。一期也拜縣嘅考場，係外頭客家書院嘅考場。都係語言文化嘅考場，啊！一擺考場嘅名嘅按到初級嘅行業能力認證班，因為伊已經有1學期嘅經驗，都講佢強用到大家，因為本國嘅學生係強用去參加，因為國家級嘅能力認證考試，聽講考到以後，含啲成績，但係睇起來，但係講係考得到好。愛家嘅愛去拜啲，伊係日本人，喺客家西郎嘅時間係出境，因為有外國人，吼，向來安尼好呀，所以來下係下弱勢嘅語言。係甘蔗，棒棒一條係香蕉，圓圓粗頂係西瓜，大家食到笑哈哈，應該可以吧？耶！唔吃可能做得啱出呀。也幾番嘛？食年嘅甘蔗，兩條甜。100分，連也無音標嘅漢難嘅師傅法。係。高級咩做得，一起咩做得，念出來，小可老去調整一下，都當標準。咁所以係親戚見已經做得高去中高級班嘅。这个跟什么客家有关的吗？我妈妈是客家人，哦，是啊，半个客家人。哦，对对对。这边很多我不知道的客家的东西，什么花销食品啊，除了客家话以外，很多课程的样子，对，很棒，我都有兴趣啦，有空就体验看看，下次就带老婆一起来，岳父岳母也可以了，对。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寄宿家庭的家里，我打工度假那个时段就是住那边8个月，然后好久没有看到他们，就很开心。除了爸爸以外，就大家知道，所以我们期待爸爸很惊讶的样子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看是你呢。我看是你呢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看是你呢。我从这楼下就看到他们了。他刚刚就说，等下爸爸会不会问他们要拍什么？哦，所以他们真的好，就被看到了，是不是？谢谢。好久不见。对，好久不见。他是 Homestay 的爸爸。对，他会日文，所以东吴大学日文系。他是妈妈。对。你以前就是住这个地方吗？对，住楼上。上面对。住楼上。都是哪边？对，这边是我以前住的房间，然后我在那边就学中文，然后睡觉的时候用这个床，然后就很干净，就蛮大的。我那时候那个住8个月还是9个月，我觉得住这边很舒服，而且每天跟他们聊天，就中文进步也很多。几点睡太早？我起得太早。
我睡午睡，暑假还睡午觉。10点他一定要睡觉。他当初来说，其实很单纯，他就是来学语言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发现他语言那时候进步的很慢，觉得他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就想要帮助他嘛。每天他就会下来，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聊天，或者是看电视，看到什么话题，然后他就会问，就是很认真啊。马基面那一斗是很认真的人，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在日本人身上就看到这样。我们台湾为什么那么喜欢日本的小孩子？对，就是你看身上就看得到。他有看这个，就是他看得懂。我们从寄宿家庭大概从我女儿高一的时候，20年，因为她每一年学校圣心，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校，所以她每一年都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过来交流。第一年是美国。然后就是陆续，因为你可以自己申请，然后也随时要终止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对小孩来讲，他有更接触国际人士更多的机会。就跟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圣心做交换学生，所以来的一定都是别的国家圣心的学生。对。她是演员，她是他们的女儿。然后我来打工度假住这边的时候，他还没结婚。我常看到他，那时候我记得他有时候晚上11点、12点才会离开这边。可是，在日本就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。还没结婚，然后男朋友来女朋友的老家，是已经订婚之类的意思吗？还是类似的？对，才能去啊。他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就是常会在我们家。对，但是其实在他之前，就之前圣心那个女生那个交换学生，她更拘谨，就是她是我们家第2个日本人，所以会有心理准备，说她比较不会像那个就是欧美那边的比较开放，就是比较话比较多这样子。我觉得她真的蛮像台湾人，因为她其实蛮随和的，而且她不管是吃的什么，就是都还蛮敢尝试，比如说臭豆腐这些，我觉得。就是日本人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，但我觉得他都还蛮愿意去做。来，你妈妈他们现在还好吗？应该还好。他们有打。有，早就打。一熙跟在台湾的寄宿家庭的家人感情非常好，然后他之前还住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就会常常跟我说，寄宿家庭的女儿圆圆又买豆花回来，我吃好饱什么的。我觉得一熙在台湾跟寄宿家庭的家人相处，跟在日本跟日本的家人相处其实差不多，只是语言的不一样而已。他都是还蛮放松自在的这样。按丢我飞啊！很棒呢，真的很棒呢，赶快紧张哈！哎，赶快按张啊！所以可以多回来山上玩。对，我很喜欢回来苗栗，可能比我母牛才喜欢回来苗栗。小心哦！呀，阿叔公。阿叔公。阿叔。阿叔。我个睇唔到。睇唔到。龍啊！你身體好嗎？身體好嗎？還好。你都口講話講得很好。係啊，真普通到哦。比夾本樣講嘅較真啊，本樣佢唔會講。這個是誰？阿公。今年86歲。87歲。87歲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这边吃一下。这边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插花柜，客家的那个煮龙饭。煮龙饭。这个也是，这叫什么饭呢？就是用黑糖加糯米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里面有的这个没有包什么，摸包那个东西耶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我讲好吧。安后生，懂后生。你要吃哪一种？里面的都是一样的吗？里面包的东西一样。包的东西应该。好，那我试试。
皮是甜的。1000张6层半。萝卜丝，萝卜丝。这个很好吃哎，懂我今天回来苗栗，然后就吃到什么碎班呢，跟脆包，蛮好吃的。其实我想来苗栗留学1、2个月，学哈嘎发，然后就想了解客家文化。这很多日本人也不太知道，我爸妈也不太知道。以后学会客家话之后，我想跟他们解释什么是客家文化、客家话、客家人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安定堂是那个用鱼来的。安定堂嘅，因遐就会去驻县哦，迄都台陆广东梅县过了。啊，香寮的安定堂，其实秦朝的时候，台陆移民到台湾了，开始在动乱的，动乱。可能安定的话，企业在有来就等于讲，他个生活安定如何？其实迄个安尼，可能要去考究一下。像爷岳母的伫乡土呢，土的是义城堂。那安宁堂是什么？堂是什么？那我买有当到安定堂。如果遐就有亲戚，我平常唔认识有香寮的，亲到去下安定堂。对。就说你那大边上下看到红城堂啊，就香寮。安定堂也是香寮，对吧？我知道什么堂有这个，可是有地方的意思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小时候亲戚的互动比较多，可是长大后真的很少。回来苗栗就感觉很怀念的感觉，就以前小时候跟亲戚大家一起吃饭啊，什么喝酒啊，那个时候的感觉。没有，他而家有磨过一点。擂茶是什么茶？绿茶，主要的茶是一点点而已啊，它主要是坚果。对，我第一次做这个，有点像推拿，这个动作就是对，这。哦，很像练功，感觉很熟练的感觉哈。蛮好玩的啦。我觉得艺希在哪里都可以快乐，因为他其实他就一直在充实他自己啊。他的快乐来源就是他学到东西，他充实他自己。这个声音也很好听。声音很疗愈哈。在日本、在台湾都可以都开心，可是可能不同的开心吧。在台湾很轻松，就是对。什么都可以做，学到多新的东西。好香哦！我觉得蛮好喝的。以前我们回苗栗就1天的时间，所以很赶，就没有时间带你们来这边走一走。你讲他家得专业，够有涵的话，就到附近的客家文化走一走，来看一看，多了解客家文化。你可以加看看，比较有饱足感。它就浮在上面。台湾就是我第2个家，就是确实的，因为很多朋友啊，很多跟我熟的人，对，跟我好的人，对，所以觉得如果一定要去台湾一辈子的话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对，就是太太也在，而且岳父岳母也跟我很好，而且寄宿家庭的妈妈、爸爸、家人也是对我很好，非常好。对，所以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我2年半都没回去日本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隔离很麻烦。有时候会担心爸妈。之前的话，可能最长半年或1年吧，没见过爸妈。可是现在2年半就觉得有点可怕。他们应该很担心，可是不太会问。对，可是他们会说你在台湾加油之类的。所以就拍这个节目，然后爸妈也看到我现在在台湾生活的样子，就觉得很不错。
我迄台湾4年人诶，家当终于也下嘅生活，我要继续学客家话，留客家文化，希望以后做日本家人分享客家文化。接下来吗？哎，现在可以看吗？有点看不懂。哦，有过了，这是我的名字，然后成绩就是84.625。喂，我那个考过了那个课余认真考试。我说很厉害，下次挑战中。对啊，就明年要考中高。你明年会考吗？哇，一起加油！